喺前面衝出嚟㗎，啲記者影唔切相啊！前邊衝出嚟，揚唔揚啲啊？我企邊個 stand by 啊？大佬話要揚啊嘛！你係義工嚟嘅，後台啦，喺後台出嚟啊！長毛，你都幾筍㗎喎！呢啲 job 大佬唔揾你做，嘥咗你啦！如果唔係個差佬冧咗你件鄉里，你執到雞，揸住支槍揚幾揚就有錢收。係㗎啦，乖啊！乖你老母，生得你唔夠黑咯！哦，唔係，我諗到，嗱，一陣間我一掹槍，你要做第一個制服到我人，明唔明啊？咁阿公咪睇到你做到嘢啦。係嘛？攞個美彩都好啦。去後台衝出嚟啊！喂，嚟！喂，唔係我長毛。差點啊！冇啊，都係咁啦。長毛仲靠緊佢揸槍，睇住佢啊，唔好俾佢周圍走啊！知啊，大明啊。一哥，知道冇問題，我即刻預備，我搞掂佢，不直加多8個啊嘛。OK， 一粒子彈都冇，冇睇嘅。啲人又唔驚，使乜理你國安法啦？恐怖襲擊，有人流血啦，咁至似樣啊嘛。金華呢啲嘢男人受好啲嘅，其實都啱㗎。金華啱啱先做咗主席，成件事擴編成好多。金華就係叻仔，但係近排金民黨夠晒紅啦。計我話呢個彩啊，留翻俾阿瓊子做最啱數嘅。飛哥講的是有道理的。瓊姿中彈以後，鄭愛蓮的名望一定會回升。我認為這也是中央想見到的平衡。陳太講嘢係公平啲，金民黨啱先打好基礎，邊有真愛聯咁源遠流長啊？嗱，你問 Vincent 係最清楚㗎。舊年佢嘅區選都係險勝嘅。Of course， 如果我哋能夠得到更多市民嘅支持嘅，咁幫國家做嘢就更加方便啦。咁中央都一定更高興㗎。
我冇意見嘅。不過呢，我哋有足夠嘅伙計應付任何嘅場面。各位，究竟在討論什麼呢？我們今天是談國安法，如此呢，就是要引起大眾的恐慌情緒，對不對？對不對？面臨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告訴我，答案哪一個市民的反應會更強？司法公，司法婆，司法公，司法婆，司法公，司法婆。唔好揸支槍揸得咁緊啊，好易走火㗎咋。OK， 痛啊！大佬，邊個仔計劃有變，一陣接炮一定要響。唔係啊嘛，大唔啱數喎。你唔好講咁多廢話啦，大佬同你諗過㗎啦，同你傾多50萬。要受㗎，超哥。我叫你懟冧佢咩？你咪最多返印度頭一排。你知唔知邊個俾我打㗎？前一個啊，淡定啊！大佬，我嚟。點解嚟啊你啊？俾你上去開埋會好唔好？你個老豆裝屎啊！邊牙仔咁大嚿肥豬肉食唔食？你諗你啊！咁兩個，我肥係邊個？上面仲拗緊啊，等佢拗掂先啦。應該係些女人。女人中槍嘛，一定引起恐慌啦。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啊 ？Sure， 開槍打女人喎，仲唔係 terrorist， 一定夠 nice。所以我都話啦，呢粒子彈啊，一定係阿瓊子接到啦。不是這樣原理清醒啊！我們不應該被利益蒙蔽，為了國家大事。好，大家有共識最好。可以這樣說呢，國安法成功順利的通過以後，可以放心，大家可都是勞苦功高的功臣，對吧？你熬啊？唔使搏喎。
求財啫嘛，你咪同阿超哥講你收皮，由我嚟頂上，我分翻10個俾你啊！咁你有咁多？你估我真係好想掂呢啲政治㗎？唔係睇住個半球，我嚟都同超哥反台啦！世界難撈啦！我03年揸個單程證落嚟，撈邊飯就死邊飯。做廚房喎，酒樓執笠，做地盤，潘上潘，你死咗都冇人理你啊！諗住入行揸的士，點知又話要就嚟考嗰個咩普通話牌。最慘啊，抽公屋都10幾年啦，乜消息都冇。撈黑社會係最襟撈㗎啦，跟阿超哥呢個大佬就最耐啊！但係撈黑社會都有炒散嘅，大嘅嘢就唔輪到我做，細嘅嘢大把人同我爭。你話搏上位喎，你點講都好啦，我只係想跟個老細打份長工。講呢啲嘢做乜啊？你估我好嘢好多啊？你有大把青春啊！你要上位，大把機會啊！我幾廿歲㗎啦，都係做緊僆仔咋。大家出嚟揾食嘅啫，唔使做，分翻10幾個俾你，點都有數圍啊！主任，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万无一失，不就是临穷受点伤吗？对呀。唔諗先，擲公字，擲到公，你揸旗，这样效果更好。主任，还是你英明。好，我这就安排。你晚上等清楚。今次明益你哋真愛聯啊，飛哥。死照過你啦，叫阿金華第一時間送阿瓊子離開現場。
你一樣係咁出風頭啊！刚刚跟新欢通了电话，他们只是越乱越好，让香港人越怕越好，两个都要。我會安排一下，同埋叫啲手足隨時 stand by。阿奶 ，sorry 啊，我做唔到。長毛，你都唔知行咗咩狗屎運啊！老細話要2個，每人半球，一人1炮，一人拿1個，去俾佢。啊，打成點啊？我幫你。喂，要知前後至得㗎。哦，係啊。我諗過㗎啦，一陣間我哋穩陣啲，斜啲行入去，跟住對住啲空位開幾槍。如果冇人埋身嘅話咧，我哋又射腳。屌，你真係無敵喎！喂，以後拍住當揾食啊 ！OK 喎。搞完呢單嘢之後咧，我要跟你去印度行下啦。好啊，冇問題啊。呢度爭少少。真愛聯同金民黨同人相信，勞動美會係建設嘅根基。我哋聯同香港市民共同建設香港，使到香港更美，中國更美。香港人民所秉持的勞動美呢，是中華民族悠遙的傳統，也是我們中國現在成為好。謝謝大家。因為咧，我即將咧，我哋邀請到我哋第2隊去為我哋表演嘉賓，廣場健康無威，我哋有請。
团体举办的五一劳动节活动中，遭受到恐怖袭击。凶徒走进林琼子议员和杨金华议员附近開槍，企圖行刺。凶徒被警務人員本港人同埋一名南亞裔人士，佢哋向事主連開6槍，初步相信係一宗有組織同埋有預謀嘅行刺事件。林瓊子同埋楊金華自行入院檢查，證實無大礙之後，隨即乘搭座駕返回寓所。特區政府各級司長都對行刺事件表示震驚，中央亦表示高度關注事件。中聯辦發表書面聲明，強烈譴責恐怖分子。警方的專業保安和判斷中央高度讚揚警方嘅專業保安同埋果斷執法，但事件已反映外部勢力嘅顛覆基地滲透香港，故此應該立即引入同埋啟動國家安全機制，訂立國安法。對於有本地同埋南亞裔人士行刺本地政要，政府發言人回應，兇徒有可能受較早前南亞青年喺社運行動中意外身亡嘅事件影響，產生復仇心理，而民間亦都有輿論以烈士嚟形容兇徒。
做乜唔瞓啊？你覺得人瞓覺嘅方法會唔會變？我諗我哋應該淨係決定到瞓定係唔瞓，但係點樣瞓或者點樣為之瞓着，應該唔輪到我哋揀。如果有一日你唔會瞓覺，你會做啲咩啊？我諗我會瞓喺張床度，眯埋眼，諗返之前發過啲夢啩。昨晚都有發夢，發到阿迪同佢間屋，我同佢唔知有咩事嘈交，但轉個頭阿迪就已經唔見咗，間屋已經被推到機推到爛晒，就好似幾年前咁。我匿咗喺佢間屋嘅台底，一路等佢推到機走，但等嚟等去都唔走。個夢未完，我忍唔住爬返出嚟，間屋已經唔係阿迪嗰間，係我哋喺紐西蘭住嗰間 hostel。佢喺地震災區嘅市中心，成個地方已經夷平咗，周圍一片屠龍敗瓦。但係我哋之前有同佢嘅職員通 email，鬼故嚟啊！我哋圍住啲瓦礫一路行一路行，我唔想行，開始行。你叫我唔好行，行快啲。結果行下行下，我哋去咗間市郊監獄改建嘅 hostel， 兩個人瞓喺一張單人床上面。第二日，我哋去到災區現場，我哋又圍住啲瓦礫去行，行咗成日。再之後嗰日又圍住啲瓦礫行，一路係咁行。嗯。唔見咗你2015年嗰張水費單喎，嗰沓都唔係我啲信嚟嘅，就係唔知有冇撈亂咗咯。我嗰邊睇下。記得落單咯喎，啲表箱冇晒。嗯。不如我哋去散步啦。EY19。木棉花。PX6咧？張師傅嘅名低。TA52。
最後14個，6個大8個細，不如轉做碳纖盒啦。碳纖越熱會變形，唔好話火，掂到熱水都唔得。地球而家有嘅物種超過870萬，但係其實由地球存在以嚟，呢870萬只不過係其中嘅2%。我係唔係應該放開啲啊？好似迎接所有嘢嘅死亡，好似迎接所有嘢嘅毀滅。我開始懷疑我哋唔知去緊邊。如果後來你知，你仲會唔會咁揀？你可唔可以擺返好啊？煙灰唔係 DX 啊，係 DE 啊。同緊你講嘢啊！你同我講緊煙灰定係今朝講緊啲嘢？我同你講緊同一樣嘢啊！標本係做緊啲消亡緊嘅嘢，唔係活生生嘅生命啊！咁我咧？我係消亡緊嘅嘢定係活生生嘅生命？點解要做到咁啊？我唔想做到呢一刻先放棄個原則啊！出邊啲人覺得我哋係懷舊，係執迷，我哋唔係啊！我哋不嬲做嘅嘢都係殘忍嘅，我哋唔做到底，佢哋會明咩？你係咪黐線㗎？我哋講嘅係生命，係你嘅生命啊！我哋知嘅嘢、信嘅嘢，死咗之後都唔會再有㗎啦。放低咗嗰啲嘢之後，我哋同出邊有啲人有咩分別啊？你做到咁係為咗邊個？唔係為咗邊個，冇為咗邊個。我個標本，我想你幫我做，你幫我做，可唔可以啊？
你嗰陣時發燒發得好犀利，你記唔記得？我哋喺阿迪嗰度開會開通頂，次次散步你都話要早啲返去瞓。唔好咁早啦，好唔好？我以後都唔會早啲，你唔使知我會早。仲痛唔痛啊？年紀真係咁噶啦，而家應該同我講。喂啊 ，BC 到 BT 零零舍舍唔見咗，係咪你收埋咗？攞返出嚟啦，就差嗰啲咋。
喂，開門啦！我好似後生咗。喂，我想去散步啊，不如我哋去散步啊！頭先呢，我發咗個好長嘅夢啊！喺個夢入邊呢，我見到阿迪同埋佢個仔，佢個仔冇事啦，識行識走。我哋仲去河邊捉魚先。佢係食齋㗎嘛。佢話要俾我哋攞嚟做標本喎。喂，你有冇聽緊㗎？人哋同你講嘢，你可唔可以應下人啊？點解你次次都要係咁啊？點解所有嘢都要係咁啊？王靜，你唔出嚟啊嘛？笛卡爾派嘅科學家冷酷無情咁毒打狗兒，佢哋話動物就好似鐘一樣，被打時所發出嘅叫聲，只不過係彈簧觸碰時所發出嘅噪音，佢哋嘅身體並無感覺。我都喺度諗，我呢幾年同佢喺呢間屋度，我哋係咪自以為喺度敲緊鐘？所有被我哋敲下嘅一事一物，我哋係咪都令佢哋成為冇人聽見嘅噪音？
配合國家普通話普及政策，政府將於來年進一步收窄非普標誌的士嘅上客範圍。所有未能夠通過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嘅非普司機，除咗各大出入境管制站，例如機場同郵輪碼頭等等，未來將唔能夠喺中環、金鐘同觀塘商業區接載乘客。體育消息：西甲第二老豆，開大聲啲！由包連哈諾主場迎戰巴塞羅那，布魯克林貝克漢姆上。万叔，我剛才看過一遍啦。今天考試啊，專心一點嘛。好吧，好吧。使唔使咁緊張啊？我警告你啊，個仔升中啦吓，唔該你唔好成日同佢講廣東話啊。你而家成日同佢講普通話啦，又唔見佢成績好咗。你再唔學好啲普通話咧，你連的士都唔使揸。唔係啦，今日咧阿仔個補習老師要記留多個鐘，同你補埋普通話。超速攝像位置報告：清水灣到錦蘭樹。爸爸，下星期咧，你生日啊嘛？我想要呢個皇馬主場經典小貝落場版啊！咩小貝啊？大衛貝克漢姆喎，黃金有腳，七旋斬，曼聯3個王都有佢份。哦，你講碧咸，哇！當年嘅黃金有腳，半場粒射破網，經典啊！大衛貝克漢姆，大衛貝克漢姆。請注意，龍翔道網荃灣靠近地價。同學們早安，早會即將開始，請各班級前往操場位置排隊集合，遵守紀律，不要奔跑。小姐去邊啊？南山新村路啊，快喎，我趕時間啊！小姐啊，你到時帶一帶路可以嗎？你用導航咪得咯。喂，我馬上到。快到了，蘭生新村正在識別，識別中，請稍後。蘭山新村路。不好意思，你等一下啊。無法識別蘭山新村路。南山新村路，導航準備就緒。沒事沒事，就是這句普通話很爛而已。導航認不出來。50米後往右轉。啊，對。維利賣街。係威利。維利賣街。威利第一聲威，威係第一聲嘅。Really，嗱，我再講多次 ，Really。以前就話唔識雞唱冇得撈啫，而家就嚟乜都要普通話。唉，講乜鬼嘢以前啦？喂，是，之前話啊，謝。喂，我要開工啊！我遲啲再教你，記住 ，Really 啊！請問你要什麼 Really，麥雞。好，雞腿飯。Really 買雞。埋單唔該，凍咗外賣。不好意思，你要什麼？嗌咪，土人人嗌咪。凍咗行街啊！唔好意思啊，佢唔識廣東話嘅，即到。哦，唔該。
确定完成就齐了吗？好，放心，都拿了。吹哪？金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咩啊，各位？吃的邮轮码头。好的。交通提示：乘客到计程车上客站上车，并留意在邮轮码头不用下了。搭飞机。谢谢啊。法行为，多谢合作。搭車嗰邊啊！我說啊，搭車在裡面啊，的士站。哎呀，唔好的士站啦，講廣東話啦，我等咗好耐啦。嚟，幫幫手，開個尾門先嚇。哎呀，裏邊啲司機啊，個個煲冬瓜，我一啲都唔明啊！唉，頭先個的士佬幾衰啊！我開聲啊，佢就啤住我啊！你話算點啊？10幾年前啊，佢哋嚟到啊要學廣東話噶嘛。哎，你幹嘛在這客？你第一揸的士啊？喺度做生意，唔該你攞正牌啦。揾食啫，大家自己有。得你一個揾食啊？落客啊！我叫你落客啊！唔落啊嘛，你唔落啊嘛。報案中心。喂，你做咩啊？我要報案。哇，唔係啊嘛，咁都話要報警？Sir， 俾次機會啦，白做噶。係咯 ，Sir， 唔關佢事㗎，係我要上車啫嘛。唔使講啦，總之而家人咧觸犯法律，我啊淨係依法辦事嘅啫。我個客講廣東話㗎噃，而家講廣東話咪犯法先？碼頭範圍內宣傳、買賣或者行乞都是違法行為，非常麻煩。无影資產啊，對，老闆啊，可能我頭先解釋得唔係好清楚。那個賬目會比較複雜，我而家即刻打返俾佢再解釋多一次啊，周總，喂，你要炒就炒啦，我而家唔做啦，唔使去中環啊，去紅磡啊。司機，我話去紅磡啊，係咪連廣東話都唔識聽啊？知道。学校即将关门，请同学们停止一切课外活动，马上收拾书包回家。唐生，唐生，爸爸，小智他有贝壳汉姆的绝版球衣啊，是真品啊，可以去看看吗？拜托啊，让他来吧，叔叔。爸爸可以吗？好吧，让我去吧，大家也去了。去啦。那
那我走啦，爸爸再见。再见。為配合國家普通話普及政策，政府將於來年進一步收窄非普標誌的士嘅上客範圍。所有未能夠通過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嘅非普司機，除咗各大出入境管制站，例如機場同郵輪碼頭等等，未來將唔能夠喺中環、金鐘同觀塘商業區接載乘客。上晝7點20分，有人喺英國領事館門外自焚，警方至今仍然封鎖現場，未有交代自焚者嘅身份同動機。自焚者送院之後證實死亡。有記者追問自焚事件係咪同近日爭取港獨運動有關，警方回應指現場未有發現遺書，原因需要留待進一步調查。自焚嘅問題就係去到冇第二條出路咯。自焚者究竟係邊個呢？政府冇立刻公布佢嘅原因。我諗除因為要調查之外，仲因為上禮拜歐陽建峰嘅死。歐陽建峰一直主張向英國政府爭取喺聯合國控告中國政府長期破壞香港高度自治，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央政府視為極端反動、不可理喻、無可救藥嘅恐怖分子。有責任嘅佢哋，因為由70年代開始啦，聯合國咧佢哋驚咗中共，所以佢哋剔除咗香港嘅殖民地身份。冇咗殖民地身份咧，香港唔可以好似其他殖民地咁樣有一個自決權，佢唔可以好似其他殖民地咁樣有一個獨立嘅選擇。但係話香港唔係殖民地，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大話啦。The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幼稚，香港完全係冇獨立嘅條件，
根本就係連諗都唔應該諗。你話港獨，連泛民都會話你啦。喺2020年港獨暴動之後，搞到中央要為23條立法，根本個責任就唔喺中央度，而喺啲暴民嗰度。佢嘅港獨主張令佢成為首個違反基本法23條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嘅人。今個月4號喺佢絕食第67日響獄中身亡，終年21歲。自焚嘅位置係歐陽劍鋒喺半年前焚燒中英國旗嘅地方。佢啱啱死咗7日，我覺得自焚嘅人一定係佢嘅支持者。有冇見過 Karen 啊？冇啊！原來茉莉花革命一開始有個學生仔自焚。歐陽同我講，香港未爭取到民主，係因為未有人死。你唔係諗住自焚啊？如果真係去自焚，你又會乜反應啊？我會殺咗你咯。Karen。歐陽同我講，香港未爭取到民主，係因為未有人死。請支持香港獨立啊！你哋都唔係中國人，喺度學人講廣東話，好肉酸啊！我係香港人，咪講廣東話咯。嘿，翻屋企啊你！香港就係屋企，我喺度出世㗎。走啦，擺幾爛攤！你做咩掂我啊？走啦！你唔嬲嘅咩？我又想打佢哋。咁多年嚟，我就係為咗呢啲咁嘅小市民去爭取公義。但係你喐手，你咪同我哋一樣咯。我夠想打佢哋。對英國人呢，我仲未死心。到底比較文明、比較有道德嘅英國人，會唔會出嚟承擔翻佢哋應該承擔嘅責任呢？如果英國人唔肯出嚟講嘢嘅話呢，佢哋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中共係冇分別嘅。大家都係違約，大家都係違反國際法，咁就大家都冇資格去維繫香港嘅主權。香港就有權去獨立，香港唔獨立就永遠都唔會有真普選。我哋同中國糾纏咗咁多年，佢突然間要我哋唔好再理中國，應該轉去英國政府嗰度抗爭咧，先至有希望。但係呢個諗法，香港人一時間接受唔到咯。但係無可否認，歐陽劍鋒係第一個為香港民主犧牲性命嘅人。自焚者就好似第二個歐陽劍鋒，對中央政府嚟講咧，係一種危機，會令更多香港人支持港獨。香港獨立就會威脅到共產黨嘅統治。如果共產黨倒台，對於中國就係一個大災難。其實分裂國家係好事嚟㗎，越細嘅國家，國民得到幸福嘅機會係越高。即係中國嗰種大一統，中國嗰種嘅好根深蒂固嗰種嘅中央集權嘅意識，即係佢覺得好丟架嘅。做咗幾千年奴隸嘅中國人，點會明白呢個道理啊？你試下問而家嘅中國人要唔要民主啊？我諗大部分人都答你話，我情願要獨裁。其實如果想中國人幸福，我哋就要做一個榜樣，就好似爸爸咁以身作則。俾個仔可以好好咁去學習，佢先至會成熟。如果個仔打人、講大話唔認，做爸爸嘅應該要俾佢知。以香港嘅文明程度、人格成熟嚟計，香港應該係一個爸爸。不過大家要知道啊，共產黨嘅邪惡唔係非一般嘅常理可以推測嘅。
係咪徽記五金嘅潘耀輝啊？係啊係啊。呢張係搜查令，你開門啦。哦。關於今朝自焚單案，判咗有徽記五金嘅電話地址。自焚嗰個人？你而家涉嫌協助自焚，你暫時要留喺屋企。喂，我唔識佢喎，佢嚟買嘢，我賣嘢俾佢，我唔識佢嘅喎。我知道你不認識如果真係要去自焚，我會揀英國領事館。潘陽，Karen 喺邊啊？講啊，有冇事啊佢？你冷靜啲啦。中國唔會有反應㗎。你睇下西藏，有咁多僧侶自焚，死咗咁多人，有用咩？歐陽嘅方法先係啱㗎。我哋爭取嘅就係英國政府嘅支持。英國佬話知你啊，歐陽嘅問題就係成日去求英國佬。佢唔係求英國啊，佢嘅抗議同你鬧中國係一樣㗎。係啊。獨立聯盟今日喺中聯辦放火啊！你唔好去啦。你留喺度。係啊。而家你條女俾人捉咗啊！你咁都唔同我哋去？我唔去，就因為佢哋跟得你多，先會搞而家咁。共產黨唔鬧你鬧我哋？我都唔明點解 Karen 會中意你。就係公民抗命非暴力呢幾隻字搞死晒香港，而家香港一潭死水就係因為咁。你如果話佢哋維持緊，其實你睇翻中英聯合聲明，其實好明顯寫到明，除咗國防同外交之外，其他嘢係唔關共產黨事嘅。咁而家唔守法律嗰個係佢哋咯，唔係我哋啊！你睇而家成件事係錯晒，根本上我乞人憎啲講句，根本上我哋而家就係俾人揸住個春袋。自焚係假嘅，成件事咧有可能係共產黨自編自導，借呢件事去抹黑港獨咯。然之後跟住進行打壓，其實都曾經用過喺法輪功啊同疆獨身上噶啦。政府之所以到而家都唔肯公佈自焚者嘅身份，其實就想睇下香港人嘅反應係點樣，然之後先至考慮點樣去定性，係按劇本話佢係港獨啊，定還是係精神病患者咯。中共咁多年都喺度煽動港獨情緒，好似好矛盾。但呢個正正就係港獨嘅吊詭之處，係會引發好多仇恨，令到反對派唔能夠團結一致，咁對中共反而有利。如果自焚係假嘅，咁我就想問，有邊個願意為中國做呢一場戲？中國人呢就有一個特點，就為咗錢，乜嘢都可以做。呢10幾年嚟，我哋學得最多嘅係陰謀論，而我哋失去最多嘅係信任。咁亦都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嘅，可能呢個自焚者係俾共產黨呃咯，以為扮下點火就得，所以呢件事係謀殺，唔係自殺。自焚者證實係一個支持港獨嘅香港人，警方將會喺1個鐘頭之後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調查嘅進度。喂，你又先係我臭女放學啊？喂，大家嚟揾食啫，合作啲。呢係我屋企嚟噶。你的家也是我們管的。喂，你想點啫？嚇，電話唔俾我打，我夠鐘臭女放學，放完學我抽佢翻嚟，我要翻嚟噶嘛。想點啊？翻去。妖，你點啊？我女夠鐘放學啊嘛。點啊？以前嘅特區政府仍然爭取市民嘅支持，
爭取市民嘅愛戴，依家就同中國嘅政權一樣，只係能夠令人恐懼。佢哋梗係驚啦！共產黨要靠香港去洗黑錢，去轉移資產。黑社會最關心咩啊？錢啊嘛！你成日話共產黨係黑社會，其實你驚唔驚？咁你驚唔驚？你呢套片點出街啊？23條立咗法啦喎！其實我對你個古仔咧都有啲意見。秘密警察啊，點會着晒西裝㗎？共產黨啊，梗係揾黑社會做呢啲嘢㗎啦。基督教團體公義行者再次號召信徒同埋市民喺英國領事館門前舉行祈禱會，每人都手持燭光，不停喺度禱告，比上星期悼念歐陽建峰嘅人數明顯增多。英國政府盡快向聯合國動議，申請將香港列入聯合國託管領土，俾香港人有公投自決前途嘅機會。基督教嘅英文可以係 Protestant， 意思係解抗爭者。教會係唔應該同政府。而家畫面呢係中聯辦嘅現場，有大批配備盾牌嘅示威者正強行衝入中聯辦，同現場嘅保安發生衝突。現場嘅畫面睇到呢，有示威者喺中聯辦縱火㗎。我要接個女啊！我接個女放學啊！會被中聯辦嘅職員逐批爸爸！佢自焚唔關我事啊！特區政府視港獨抗爭為外交事務，邀請解放軍嘅協助。已經有解放軍嘅坦克車駛入中環，分別向英國領事館同中聯辦方向前進。共產黨當年就係靠仇恨去建立國家，靠仇恨去維持佢哋嘅權力。香港越亂，對佢哋越有利。食機啊！你哋有冇聽過香港左王孤為容講嗰個經典金句？冇聽過。既然香港人都明知俾共產黨強姦喎，咁點解唔好好瞓低咁享受一下咧？香港人表面上咧好似好討厭呢句說話，但係呢20幾30年，香港人面對共產黨嘅態度就係自甘墮落。10年前嘅雨傘運動，有人話見到希望，我見唔到咯。歐陽建峰佢追求緊嘅係一啲冇可能出現嘅嘢。我每日花最多力氣，唔係去承受飢餓，係去抑壓對共產黨嘅憤怒。我其實冇資格叫你哋做啲乜嘢，我只能夠要求自己唔好做錯。我內心好平靜，維持住我意志嘅唔係仇恨，係希望。歐陽建峰和平抗爭，點算激進？面對極權暴力，爭取獨立好自然啫。中共統治咗我哋咁多年，我哋失去咗好多好多嘢。如果唔反抗，我成日都係一個宗旨，唔係睇得唔得，係睇啱唔啱。
英國領事館同埋中聯辦嘅僵局仍然未解除，自焚所引發出嚟嘅抗爭，對香港嘅前途問題，會係一個終結定另一個抗爭階段嘅開始呢？中國唔講大話，肯遵守聯合聲明，肯遵守基本法，其實我哋唔需要港獨。好可惜，我哋唔會再相信共產黨。由始至終，我哋都唔應該相信。條命都冇咗啦，你表示我對呢件事嘅態度。最激烈得嚟，又係有相對嘅所謂比較溫和嘅做法。港獨係唔係香港民主嘅出路？自焚唔一定係絕望，可以係燃點希望，係勇氣，係承擔，係尊嚴。佢哋嘅犧牲根本就唔值得，好心做壞事。反對不公義就係做人嘅責任，政治嘅根本就係道德。中國人最大嘅缺點就係自私、犧牲。我成日喺示威現場見到一個80幾歲嘅婆婆，佢經歷過文革，經歷過6·4，佢成日都鼓勵我，叫我唔好俾人睇死，做人要爭氣。我希望自己做得到。喂，森哥，阿祥啊，想講俾你聽，我間雞場唔做噶啦，
晏啲我拎埋最後嗰批蛋去你度啦。老豆，都唔係剩好多㗎咋。見唔見我套軍服啊？咪嗰度咯。少聯軍今日要搞到幾多點啊？唔知喎，5、6點啩。少聯軍今日要做啲咩啊？唔知喎，次次都係到時先知噶啦。啊，翻來啊！喂，森哥，阿祥啊，想講俾你聽，我間雞場唔做噶啦。晏啲我拎埋最後嗰批蛋去你度啦。都唔係剩好多㗎咋，可能你要再諗下，睇下邊度有蛋入啦。森哥，阿昌，唉，森哥都係拎啲蛋去你度咯。唔聽到你話唔做，都想過嚟望下嘅。你老豆走咗之後，我都冇嚟過。森哥，唔係話我唔做啊，係冇得做。今次啊，佢話我哋農場啊，借農場反政府。吓？唔係啊嘛？你同你老豆一樣，乜都就晒政府噶咯喎。唉，咁啊真係聽話又死，唔聽話又死。其實老豆個心願好簡單㗎啫嘛，想香港人有雞食，食翻自己嘢吓。呢幾年佢叫我哋起呢樣拆嗰樣，俾我玩咗幾年。唉，原來慢慢先知道佢根本想整死我哋呢行。咁之後打算點啊？你又估我唔到喎？台灣咧揾咗我嗰邊搞農場喎，佢話我啲技術同系統，佢想喺嗰邊發展，都可能差唔多走噶啦。咁幾好喎！森哥，有冇諗下過嚟幫手啊？咁嚴咧？嗱，考慮下啦，食晒我噶啦。如果明仔想食，就過嚟搵我啦。喂，今次係查咩啊？唔使影相係嘛？喂！長官叫我哋留意住有冇人違規，一見到違規嘅就要影低佢。我而家違咩規啊？長官話
逢係見到呢張名單上面寫咗嘅字，都要影低佢。賣蛋都犯法。賣蛋冇問題，係本地兩個字犯規。咁我問你啦，本地即係邊度？香港咯。咁本地蛋即係邊度嘅蛋？香港咯。如果我寫香港蛋，有冇問題咧？香港冇問題啊。同一隻蛋，寫本地蛋就有問題，寫香港蛋就冇問題，講唔講邏輯㗎？唔知喎，總之我哋就要影低違規嘅嘢。唔知就用下腦諗通佢，唔好長官叫你做乜就做乜。我都知係平好多，嗰啲街坊冇信心啊嘛，食落肚嘅冇得呃㗎，係咯係咯。咁泰國蛋咧，有冇話入幾多先送貨啊？如果我入，係咪計平啲俾我先？明嘅明嘅。嗱，我計咗數先啊，盡快覆實你。好，好，唔該晒。今日係咪有通過啊？嗯。係咪呢張？係啊，仲有張啊。少年軍長官有權指揮貴兒進行保密行動，家長不一定得到知會。咩叫做不一定得到知會？喂，今日班少年軍咧睇樹係咁影，仲攞嚟張咩紙咧？話我犯規喎，知唔知咩事啊？哦，係啊，少年軍出咗張不推薦名單，本地兩個字犯規㗎。咩不推薦名單啊？攞張名單俾我睇下。冇咗啊！放低本書。點解會冇咗㗎？而家係咪乜都保密啦？係咪乜都唔俾我知啊？明仔，你由細到大啊，都係食阿長嗰間農場個蛋㗎。我唔理其他人點講啦，張名單唔推薦乜都好啦。食佢個蛋，賣佢個蛋，本身都係冇錯嘅。錯就係嗰啲亂咁話人犯規嗰啲人，知唔知啊？知。
望住我先。無論點，冇人講你就講，人做你就做，用腦諗下先，好唔 OK？ OK。你做咩啊？明仔，你做咩？我冇掉啊，唔嚟又唔得，都唔知可以點。嚟，過嚟抹翻乾淨佢。沈叔，明仔收到啲咩指引啊、名單啊，都會俾我㗎。同啲熟客夾錢租咗呢度，專放一啲唔俾擺出嚟嘅嘢，咁大家就越儲越多，越儲越多，啲書仲多過鋪面。都係明仔一早通知我話佢哋會嚟掉嘢，我先落咗閘咯，由佢哋咯。其實未有事情關嗰陣時啊，都係咁噶。嗰陣仲有啲大人嚟搞事添，都慣晒啦。千祈唔好慣晒，就係我哋幾代人慣晒，你哋先要咁樣。其實邊有得咁㗎？咪係，叮當都咁傻㗎。